嚟咗架2019年 Macan 菲力版2.0。嗱，呢隻咧就二手市場有時都好少見嘅，邁亞美藍色。嗱，咁你影片拍片嘅時候咧就見到好藍啦。咁啊實物睇咧其實有少少類似天芬啲布咁嘅顏色嘅，係啦，半皮位原廠半皮位，黑色內籠，大玻璃頂。咁啊，菲力版啊，啲 mon 啊又大啲啊，咁樣啦。有電動尾冚，新款尾燈一字貫穿式嘅尾燈。電動尾冚，係啦，全車都好企理嘅，好原裝。原裝20寸合金鈴。整體嘅車況咧就好唔錯嘅，有埋呢個Chrono計時錶啦，有埋軚盤呢個電子轉模式嘅掣啦，咁轉 S mode 嗰啲喺嗰度轉啦。菲力版頭燈都唔同嘅，呢個有4點嘅咧就係菲力版嗰套燈啦。2019年 Macan 菲力版2.0，係啦，照舊啦。片尾咧有我聯絡方法，直接 WhatsApp 我約睇車又得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